脸书分享的文章呢？脸书分享的文章呢？你看周朝，像孔子离现在2500多年了。你看呢，2000多年前的事情，周朝哦，周朝西周、东周，孔子是属于东周，前期春秋时代末年，距离现在2500多年，所以这2000多年前，有注明是周朝那个时代的呢。女主人跟她的女仆人之间，你看这个情绪的纠结，竟然会造成这些事情啊。